未来领涨。国家重点建设，民间企业开发联手到位，土地贵，别墅价值跟着水涨船高，席次稀缺有目共睹。把握机会立即抢进，预约好生活也为资产超前部署。环境优先，国健和健康、舒适、安全，高和富高先养幸福相伴。是清水岸双车别墅，生活赢家精英聚落。五道商圈双大道生态休闲国家级绿校园，好事多、和伟、文贤、海淀、国安商圈。五道商圈悠闲享乐，红树林保留地、景观公园水岸廊带，生态休闲价值健康。九份子国中小生态学校预计2021年招生。国家级绿校园世界更大，别墅升级，买大楼不如买水岸别墅，户户有天有地，独立进出，提升居家防护力。面宽5米，门前停车，私有双车位规划，布置露台花园，开心农场，宠物天地，轻松又惬意。健康第一，大台南首座抗空污别墅社区，装置抗空污 VAF 智慧净流设备，为居家生活做好防护。加上太阳能光电系统 BWT 豪宅级净水设备，时时刻刻守护全家人健康。精工至上，20年结构保固加5年防水保固，以筏式基础稳定打底，搭配 PC 基桩强化安全性。从工程材料、结构、机电、防水施工等皆有建物生产履历，交屋后提供完善客户服务，住得安心，买得更放心。美学极限，日本建筑职人精神，藏美实现。以建筑演绎新日本建筑美学，着重美感与机能兼具。民宅建筑团队精心打造沿街式透天产品，户户临路，以品牌实力打造水岸别墅社区成功典范。预约赏屋，姓名、手机、email、居住城市、居住地区，本人知悉并同意各自告知事项声明内容，立即预约。0635087787 FB 咨询，前往粉丝专页，台南市中西区中华西路2段865号旁大鲁阁旁。导航 Google 地图，建案资讯，投资新建，藏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，基地面积4380平，建筑设计，大磊联合建筑师事务所，结构工程，祝远工程顾问，外观设计，大磊联合建筑师事务所，灯光设计，大磊联合建筑师事务所，规划户数，共140户，特殊设计，台湾南区低碳示范城市之低碳示范地区，符合台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条例绿建筑相关规定，并取得绿建筑候选证书。网页制作，拨打电话预约赏屋 ，FB 咨询，地图导航，接待会馆，台南市中西区中华西路2段865号旁大鲁阁旁。开启导航，